国际新闻来看，日本甲南韩这两天拢落大水雨，南韩的釜山雨量是创共期9月的纪录，南部地区有900外人风疏散。日本石川县的能登半岛有市区淹水，水崩山嘛，甲民众的厝冲走，目前已经造成6个人死亡，更有超过10个人失踪。根据统计，轮岛市伫48点钟内落将近500毫米的雨量，涿州市是落将近400毫米哦，是平常时9月雨量的2倍外。雨水流来了，将规个路拢砍掉的。日本石川县轮岛市市区的街路做大水，对空白画面看落去，街路变做溪，水阁正错流，水淹到半个脸才悬，规涂骹拢落过霉，土石流也甲厝冲海去。ずっと読んでる人っていうのはどこにおるかって言って読んどったけど何もダメやったって何も返答なかったって。救护方面来，佮加上风台葡萄霜带来正百的水汽。石川县能登半岛大雨落袂停，市区做大水，造成民众死亡加失踪。根据统计，轮岛市伫咧48点钟久内落要加500毫米的雨，涿州市也观测到要加400毫米的雨，拢是9月平均降雨量的2倍较低，两项拢创日本观测史上的新高。昨日の朝8時半ぐらいかな、市内を穴水町からこの輪島の私の家の方に走っていたら、急にこの30分ぐらいですごい水が増して、車の半分ぐらいが埋まるような水になってきて。石川县能登半岛今年初才发生规模7.6的强烈地震，芝麻高拄到大雨的侵袭，和轮岛甲涿州变做重灾区。日本气象厅也叫伫石川县一个共款伫咧沿海的深海习惯的居民，伫8月中昼进前要保持高度警戒，以免大雨造成进一步的灾害。公视新闻张伟林编写。